后来这个乡亲啊，过来这个案件有淡薄仔复杂。就是台中有一个男子怀疑女朋友反背，甲女朋友吹死，搁甲两个亲生后生来挟持，法院甲判死刑。最后伊承诺讲，会甲继承的土地卖掉，赔予女朋友的家属，才互改判无期徒刑。但是尾啊，伊来反悔，想要创钱，就委托着做伙管理的家的乐友帮伊卖土地，是卖1670万。结果这个乐友才寄4万块予伊，人就消失了。尾啊，这个乐友嘛，互涨着，互判刑2年4个月。详细状况来看这个报道。伫安全部自头到尾拢点起起，生蛋的查甫人就是伫2019年，因为怀疑女朋友甲反背，就杀死伊女朋友，佮挟持因两个双生囝。伊两摆互宣判死刑，后来因为愿意赔偿死者的家属，改判无期徒刑。毋过伊敢若反悔，想要偷藏钱，等到哄骗1670多万。你会后悔吗？台中地方法院调查。生蛋的查甫人继承老母一块土地，本地要卖掉赔予女朋友的家属，毋过伊敢若是去互熟悉5个月生来家友甲洗脑，委托家友倒卖土地分配价钱，想要偷藏钱。这个家友出价后，将土地卖掉，摕到1670多万，毋过敢若寄4万块予伊，得找无人啊！伪造私文书并加以行使，损害文书的信用。又被告破坏告诉人的信任，将告诉人委托保管的本案农地价金挪为己用。细来家友伫规定的时光，无要甲侵占，是提前去投资，结果去互诈骗集团骗1000多万。是讲检警查出，伊开钱买车互因老母，佮提钱去行私情的这步。虽然伊愿意赔予生蛋的查甫人120万，也毋过剩的1550多万，细来家友提袂出来。法院甲判2年4个月，而且继续甲讨剩的1150万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